房检区培训实习职位医生，想要看那是会有市场么？其实台湾许多读职位医学、职位保护也都相关科内嘅学生嘅，也梦论是在尽快推动职位医生嘅国家认证考试。像屏东科技大学职位医学呢，都针对未来嘅方向，可以基础研究、临床田间实习也按多嘅课程。安尼学生嘅唔但抢提学校嘅上课嘅。也设计许多田丘的同农民互通、观察农作物也都。有的人会想讲，这位医生我有按多人爱抢伊人下，那摆假使这位医生法通过的，也可能会收听农药管理法，规定有的这位用药要由这位医生开药单，那是得去农药行量药的。故所有的农药行路提小讲，伊人的生理会受到影响。继续来关心。我们按照往常一样，就是来到田间，来到农民的这里来看这些植物的病虫害。那借着这样的机会，让各位熟悉植物医学在田间的实习的状况。今日屏东科技大学职位医学内嘅助理教授陈文发，带领新研生嘅爱同学生嘅许多田后实习，而来看农作物嘅病虫害。样品带来，我们等一下一起做解说。这样，好，请各位先直接到园中去。到嘅學生嘅沙沙就拿定塑膠袋嘅許多人嚟到看看蟲嘅、捉蟲嘅，同時都有病蟲害地調出嘅無助嘅樣被摘下對，定下韓國同看到嘅那類同先生還有配的同學來講詳細。這是標準的疫病啊，非常的漂亮。那對我們來講，我們經常講非常漂亮，對農民來講，它就是造成所謂的損失。那這個在結果上面是非常嚴重的病害、疫病。大家都嘅見看，未有學生嘅，但唔得到愛同先生來討論，也係記得一定考上嘅一切戶外觀察課，做啲同農民面對面，未係培訓記得做一類職位醫生嘅一類重要嘅訓練。就係教室裡都看係相片，唔係實際嘅東西。來田後就都係看到真見嘅蟲啊、病害，就印象較深。就較了解買蟲會咬嘅葉嘅會變樣，就會較記得啦。就來到田間，我們看到的作物種類啊，有很多是我之前就在課堂上可能沒有接觸過食物的一些作物的種類，在這邊就可以直接問老師，或是直接問農民。一節課出嚟會教學生嘅來認識病蟲害，並會記得學得按用嘅同農民溝通，行會啲看診過後按用嘅同農民建議，佢個用藥嘅同栽培管理也條方法，唔到啲嘅本期一條啲，職位醫生要幾重要嘅。學迄囡仔對無？因來因實地落迄落，比因在讀冊閣較迄落啦。對無？落因也袂影響到咱啊！即馬因來因較會建議講，咱是用啥物貨，安尼有一個骹步驟在行安尼，所以咱就較對啥物病蟲害啥貨，咱毋捌的，咱就隨時有法通防治安尼啦。因為我們要讓農民信任植物醫生，那植物醫生的市場就會出來。那相對的就是農民有問題才會來找我們，而不是去找農藥行，就是跟你去找秘醫一樣。那最後的結果就是他隨便開藥給你，你也會用。那我們希望是他們找到正確的管道，尋求到正確的管道，讓他們做最好的防治。這樣。無職位醫生以前，港中人單單都會聽農藥行推薦愛用哪種藥嘅，接送發生用常用嘅情形，甚至到會觸查到農藥殘留嘅狀況。用105年實驗室強取告知農藥殘留檢驗嘅結果來看，總共檢驗10337件，合格9846件，491件係唔合格，檢體率4.7%。香港嘅農民而可能用了來路不明嘅一個農藥嘅時間，果然反而講講啊，梗係可能係唔會嚟太買場，唔係好嘅買場同路，因為太買場有好嘅買場同路，有同台北批發市場，攏會做農藥殘留嘅檢測。過去講反而用嘢啊，就送出嚟
用了来路不明的农药所种出来，安尼蔬菜也水果，这有多让是一些不明的通路的时间，反而对安尼的消费者来讲，或者身体的危害吼，又要过大。为到为正确诊断偏重害用错药嘅，冇黑白乱用，由7位醫生係同學嘅事情。不過，未來檢查7位醫師法通過，可能會受天農藥管理法規定天天內7位用藥，天初會由7位醫生開處方單，將做得以農藥學良藥嘅，按呢農藥學就受騙呢成立會受到影響。那相對的，他們現在是台灣最主要農民諮詢的單位，那他們因為守在第一線裡面，所以他們對植物醫生未來如果我不能開藥的話，誰來買我的藥？所以相對的，對現在來講，從經濟利益來講，他們是反彈的。但是我們希望是農藥在台灣應該減量，那這個減量裡面要靠正確的診斷，然後正確的處方，所以這個部分可以慢慢的兩個讓它合在一起。馮檢橋表示，7位醫生農藥管理人員從先來管理，其實農藥學就唔是少成立為做唔下去。我們在農藥裡面並沒有所謂醫藥分家了，沒有。哦，所以其實我就說兩軌並行嘛。農藥管理人員，我們把它素質提高，那同時有這個植物醫師的制度，那植物醫師可能就是會更專業啦，會更專業。但是農藥的那個管理人員也不可以亂賣藥啊，因為就有植物保護手冊裡面就有核准說哪一種病蟲害，那是可以用哪一種藥，這個都有規定啦。你如果超出這個範圍的話，事實上是要被罰的哈。就說植物醫生就像醫生用的，像我哋農藥行咯，就像我哋藥劑師用的，就個見面嘅植物醫生批安尼批嘅呢處方箋本來呢，講安尼拿藥嘅嘛當蠻好啊。係啊，如果安尼老師講安尼開農藥行，一行安尼常去田球跟你開馬片蟲害，就是時間蠻唔大擺。我們因為這樣把裡面的蟲子通通掏出來了，我們就救了這一顆。經緯從這裡，好，經緯靠你了，對，住很深啊，非常深，有一點深。這是它的取食機。農業管理人員無天初會有診斷偏重害嘅專業，也好能力天初會理論同實務結合起來。故所評估態嘅培訓課程就注重戶外觀察，和天初會到實驗室來監聽同控制，安尼將會打好基礎。也對學生嘅啲安排會有7位醫生嘅認證制度，沒動期態。我覺得感覺很棒啊，感覺自己好像真的是醫生一樣。我本來進這個系就是想當植物醫生啊，就是既然他證照都快要通過了，我也很興奮啊，想說他只要過的話，我應該去嘗試去考考看。就當初就是覺得植醫蠻帥的，然後也可以就是幫助一些農民，然後想要投入社會，這樣就選擇植醫。學生嘅按期態，其實學嘅做手工嘅幾行業。不過一直沒有人提出爭議，講7位醫生有人會搶戲。你都愛是講看偌濟錢啦，你若講過來聽，我是無法度啊，對無？上好是講看政府會當出伊迄個好啊，互因用安尼，對無？服務這農民啊。啊，伊個產業界，來講啊，吼，來非常會花一筆錢，來搶，也就很擺有。行植物醫生呢嘅先生來到我公司，因為佢做在幫助我公司嘅安尼病蟲害的解決，聽我幫助我公司嘅業務提升，會更專業。我因為我會花安尼錢來搶，也就植物醫系嘅學生來到我公司上班。因為台灣是小農，每個農民也許他只有種1分地、種5分地而已，他的收入有限，他不太可能聘得起植物醫生。但是對農企業來講，那他就有這個需求了。台灣省政府的時候，政府有一個政策，他那時候想要推319個鄉鎮，1鄉鎮1植醫。那個植醫，假設我是內埔鄉，我就負責內埔鄉所有的這些作物的諮詢。那如果1鄉鎮1植醫，台灣需要319個植物醫生，如果再加上所謂的農企業的話，其實這個市場是挺大的。
之后，就是整个叶片黄化，从黄化到叶缘开始焦枯，这是一个典型的特征。没有人讲，我以来角度来看，初二时有人爱抢，经用会7月23会蒙人爱抢喏，同7月嘅医疗天内建立潮起来，对源头就肯定嘅农药嘅使用，台湾农业將會重重久久走得下去。